喺香港行街，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發現一個現象？好多行咗10幾20年嘅茶餐廳、粉麵檔，一間接一間咁執笠。但係啲人流極旺嘅街市口、地鐵站隔籬，就突然間冒起咗一間又一間，裝修到一塵不染、光鮮亮麗。個個店員好似機械人咁喺塊大玻璃後面瘋狂包餃子嘅鋪頭。冇錯，我講緊嘅就係近年好似病毒式擴張咁，喺香港開到周街都係嘅元記雲餃。一碗鮮蝦雲吞麵喺出面求其一間茶餐廳，今時今日起碼要賣到40、50蚊，但元記呢，一打新鮮即包嘅餃子先至賣20零30蚊，仲要隻隻都大大隻，塞滿晒肉。唔少人一邊食一邊諗，香港租金咁貴，人工咁高，元記到底憑咩可以賣到咁平？佢哋係咪做蝕本生意，定係背後有啲咩唔可以告人嘅秘密？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元記呢個由內地殺入香港嘅餐飲巨獸，到底係點樣用櫥窗表演同低價擴張呢兩大殺人技，將成個香港餐飲業重新洗牌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最核心嘅問題，點解香港人咁崇尚即包即賣？呢個就要講到元記最厲害嘅第一大殺人技——櫥窗表演。大家行過元記，最先被吸引到嘅一定係嗰塊拆到擰一擰嘅大玻璃。大玻璃後面坐住2、3個著到乾乾淨淨、戴晒口罩、手套嘅包餃子阿姐，佢哋好似摩打手咁，2秒鐘就包好一隻餃子，動作流暢到好似藝術表演咁。好多人以為呢個只係普通嘅廚房展示，但喺商業心理學上，呢個叫做視覺儀式感。香港人一向對食有要求，最怕食到啲擺咗好耐嘅雪藏嘢，而元記呢塊玻璃就係直接話俾你聽，我呢度冇秘密，全部都係新鮮食材。現包現賣，你見到個阿姐當住你面，將一球新鮮嘅豬肉放入餃子皮，然後熟練咁捏好，你心入面自然會有一種呢嚿肉好新鮮，食得安心嘅心理暗示。呢種信任感喺今時今日食安問題頻發嘅年代，真係值千金。而且呢個櫥窗仲有一個極其陰險，唔係應該話係極其聰明嘅地方，免費嘅人肉廣告牌。你想下，依家去電視台播廣告要幾多錢？去地鐵站買個廣告牌又要幾多錢？元記根本唔使呢啲冤枉錢，佢只要將鋪頭最值錢、最顯眼嘅臨街位置留俾呢班包餃子嘅阿姐，所有行過路過嘅街坊就自然會被呢個實時包餃子 live show 吸引到停低腳步。呢個就係低成本獲取流量嘅極致手法。但問題嚟啦，現包現賣即係要請好多人手啦。喺香港人工幾咁貴啊，一個洗碗阿姐都可能要1800、2萬蚊一個月，更何況係呢啲需要手藝嘅包餃子師傅。如果真係靠全人工手工做，點可能做到咁平嘅價錢？呢度就要揭開元記第二個秘密，佢哋所謂嘅新鮮現包，其實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工業化魔術。大家可以留意下元記嗰班包餃子嘅阿姐，佢哋手上面嘅皮同埋肉餡係從邊度嚟嘅？冇錯，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由中央工廠統一配製好，每日冷鏈配送到分店嘅。阿姐們喺鋪頭做嘅，其實只係最簡單嘅最後一個步驟，將皮同餡合埋一齊。喺傳統嘅餃子店，一個師傅要由揀肉、剁肉、調味、油麵、揀皮到包餃子，一條龍自己做。咁樣嘅話，效率極低，而且每個人做出來嘅味道都唔同。但元記將呢個複雜嘅過程拆解，最耗時、最需要技術嘅部分，全部喺中央工廠用大型機器搞掂。中央工廠一開工，一次過產出幾十噸嘅餃子皮同餃子餡，呢個規模效應直接將原材料嘅採購成本壓到一個你想象唔到嘅低位。當呢啲餡同皮運到分店之後，分店只需要請幾名根本唔需要有廚藝背景嘅普通員工，經過幾日嘅簡單培訓就可以上崗。佢哋只需要重複放餡、捏緊呢個動作。元記成功將一個需要師傅手藝嘅傳統小食，變成好似富士康生產線一樣嘅標準化作業。你以為你買嘅係人情味，是手工溫度，但其實你買嘅係高度工業化之下嘅精準產物。講完櫥窗表演呢個包裝，我哋就要講下佢哋最恐怖嘅低價擴張戰術。喺香港做生意最大嘅2座大山，除咗人工就係租金。好多本地老牌餐廳之所以頂唔順，往往就係因為租約期滿，業主瘋狂加租。咁點解元記仲可以喺咁多黃金地段、街市口開到一間又一間，而且價格依然可以壓到咁低？呢度就要講到元記嘅下沉市場打法同埋高頻消費邏輯。元記揀位非常之講究，佢哋好少會去銅鑼灣、中環呢啲專做遊客生意或者高檔寫字樓客嘅地區開大鋪。相反，佢哋最中意嘅係深水埗、觀塘、大圍、元朗呢啲人口極度密集、基層同中產街坊比例極高嘅民生區。呢啲地區嘅特點係乜嘢？
就係人流量大，而且大家對價格極度敏感。元記嘅鋪面通常好細，好多分店甚至只做外賣，連堂食嘅位都冇。咁樣做，直接將租金成本同堂食所需嘅樓面員工成本減到最低。你想下，一間10零平米嘅外賣鋪，每個月嘅租金同維持一間可以坐50人嘅大餐廳相比，真係天同地。而且餃子呢種嘢有一個非常強大嘅屬性，叫全時段高頻率消費。你一日3餐，早餐可以食餃子，午餐食餃子，晚餐買盒返屋企，滾湯又得，甚至半夜宵夜食幾隻都唔會覺得太負擔。相比起鋸扒、食火鍋呢啲一個星期頂多食一次嘅消費，餃子係一種你日日食都唔會覺得奇怪嘅食物。元記就係利用呢種高頻率嘅消費特徵，用薄利多銷嚟同你玩數字遊戲。一盒餃子佢可能只賺你2、3蚊，但如果佢一日可以賣出幾千盒呢，呢個數目就非常之驚人。不過單靠一間鋪、2間鋪係好難做到真正嘅低價。元記最厲害嘅地方係佢哋嘅加盟制度。元記喺內地已經開到超過3000間分店，呢個龐大嘅數量令到佢哋面對供應商嘅時候有絕對嘅議價權。你想下，如果一間茶餐廳去買豬肉，一次買50斤，豬肉佬俾你嘅價錢最多係9折，但元記去買豬肉係成個集團幾百噸、幾千噸咁樣去簽合約。佢直接去源頭嘅屠宰場，甚至自己承包牧場，嗰個成本分分鐘係普通茶餐廳嘅1/3。當佢將原材料成本壓縮到極致之後，佢就可以用呢個低成本優勢去支持分店打價格戰。喺香港，當其他粉麵店因為豬肉升價、人工升價而被逼加到50蚊一碗麵嘅時候，元記依然可以維持20幾蚊一盒餃子。對於依家要慳得就慳嘅香港市民嚟講，呢個價錢簡直係無可抗拒。好多人會問，咁樣嘅低價對香港本土嘅飲食生態到底帶來咗啲咩衝擊？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一場降維打擊，成個香港飲食業依家正處於一個大洗牌嘅邊緣。以前香港人最自豪嘅係街坊情懷，行入一間開咗幾十年嘅茶餐廳，伙計認得你，會同你吹2句水，煮一碗有溫度嘅牛腩河。但呢種情懷背後係極高嘅營運成本、不穩定嘅食物質素，同埋隨時因為老細身體唔好或者租金大升而結業嘅風險。而元記呢類內地餐飲連鎖巨頭嘅殺入，直接用極致嘅標準化同工業化，將呢種情懷打得粉碎。佢哋唔需要同你講情懷，佢哋同你講效率同性價比。你想食得飽、食得衛生，而且要平，好，我俾你。佢哋將每一個步驟都算計得清清楚楚。你食到嘅每一隻餃子，份量、味道，甚至包嘅質素，全部都係一模一樣。你唔會有驚喜，但你亦絕對唔會踩雷。呢種極致嘅確定性喺經濟好、大家追求精緻生活嘅時候，可能冇咩大不了。但喺依家全球經濟不明朗、香港人消費力減弱、事事講求性價比嘅時代，呢種確定性就成為咗最可怕嘅競爭力。當越來越多市民習慣咗20零30蚊就可以解決一餐，而食物質素仲要唔差嘅時候，傳統茶餐廳生存空間就會被極速壓縮。你想下，你間茶餐廳一碗普通嘅餐肉蛋麵要收人50幾蚊，環境又逼，伙計態度又一般，而隔籬就係一間光鮮乾淨、30蚊有一大盒熱辣辣、新鮮即包餃子嘅元記，你會點揀？長此下去，香港嘅飲食街景將會發生巨大嘅變化。那些充滿特色、百花齊放嘅個體小店可能會慢慢消失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個又一個經過資本包裝、擁有強大供應鏈嘅大型連鎖品牌。元記雲餃嘅成功可以話係一個時代嘅縮影。它唔單止係一間餃子店嘅成功，更代表住一種全新嘅餐飲遊戲規則已經正式降臨香港。呢個規則就係誰能掌控供應鏈，誰能將效率做到極致，誰能用最低嘅成本俾消費者最大嘅安全感，誰就是贏家。不過呢種低價擴張同工業化餐飲係咪就一定無缺點？當然唔係。當一個市場全部被呢類高度標準化嘅連鎖店壟斷嘅時候，我哋失去嘅將會係飲食文化嘅多樣性。當所有餃子都係同一個工廠出產嘅配方，當所有味道都變得一模一樣，我哋嘅味蕾會唔會慢慢變得麻木？而且呢種極致壓縮成本嘅商業模式，對本地嘅就業市場亦未必係一件好事。它減少咗對專業廚師嘅需求，將餐飲從業員變成咗流水線上嘅操作工。長遠嚟講，這對餐飲行業嘅人才培養亦係一個隱憂。但無論如何，元記雲餃已經用佢哋實實在在嘅分店數量同營業額，證明咗佢哋這套櫥窗表演同低價擴張殺人技喺香港係行得通，而且行得非常成功。未來相信仲會有更多類似模式嘅內地品牌殺入香港。
呢場香港飲食業嘅大洗牌，依家先至係剛剛開始。各位觀眾，你哋最近又有冇食過元記呢？你覺得佢哋嘅餃子係咪真係值回票價？你又支唔支持呢種高度工業化但平道笑嘅連鎖餐飲模式？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同我一齊吹下水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，記得點讚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期再見。